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嘅节目，我是钟意婷阿權妹。阿權妹我今日係頭一擺來台版主持啊，成塊有福氣嘅單元咯。故所今日愛同大家來小見乜嘅呢？大家就係阿權妹我同好，請好乜嘅？請好食東西啊，請好出去搞啊。故所阿權妹我特別出去搞出去了嘅時間，就會去看有乜嘅好食咧。特別我係去到這個大溪老街，聽說愛去請豆乾。愛前當到當好食嘅東西，唔過你今日節目地都唔係愛小嘅食嘅東西俾大家，係會同大家講，你吃飽填飽肚子的同時，其實你們愛 keep 住一點東西到你腦袋裡面，在我們心裡，讓我們有更多的藝文氣質。好，接下來分享今日嘅來賓，來歡迎蘭氏文創的董事長，歡迎董事長鍾永南分享。大家好，我是鍾永南。很高興來客家電視台分享我們蘭氏的一些事情。好，歡迎董事長。然後接下來呢，我會分享係蘭氏文創的董事，歡迎宋文岳宋大哥。阿權妹你好，我係宋文岳，宋文岳。宋文岳哦，呀，岳是有些的難哦。阿權妹今日學起來，宋文岳宋大哥，還有鍾董事長。那今日也有請到兩位來到節目現場，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其實啊，大溪老街不單只是我們大部分人熟悉的那一條和平老街，其實在它的附近有另外一條老街，對不對？我們請董事長跟大家分享一下，蘭氏它是位於哪一個地方？好。蘭氏哈就是在大溪的鎮上哈，那有時候會叫大溪叫做一個城哈，因為其實大溪有3條老街，一條是大家最熟悉的和平老街哈，那這個和平老街呢，其實就是在大漢溪。大溪呢是大漢溪的最上游的一個內港啊，那因為這個內港，所以造就了大溪的繁榮啊。那因為整個周邊的一些產業啦，這個集散出口、進口都從那個地方進出啊。那和平老街的底呢，就是那個港口，就是大漢溪的那個大溪的港口啊。那還有一條老街呢，是垂直於和平老街的，叫做中央老街啊。那中央老街其實現在老的房子不多啊，但是它基本上就是現在是那個市場的那個景觀，就是說很多的吃的買的啦，菜市場就對了，就是常民的那個現象呢，大概在這一條中央老街啊。另外一條就是比較安靜的，我們今天要介紹蘭氏的門口這條老街，叫做新南老街。新南老街。那和平老街是台灣人住的，台灣人的老街。那在日據時期呢，這個新南老街事實上是日本人住的一條老街，大致上是這樣。姑嫂，這些老街它的其實建築的時代，它開始繁榮的時代，其實是差不多的年代，對不對？和平老街我認為它早一點啊，因為那條街跟那個港有關係啊。那新南老街應該是在差不多清末，在割讓給台灣之1895年前後發展出來的一條老街。我覺得一個地方的發展，之所以會有老街這個地方存在，就表示它在過去是一個非常繁華的地方，是非常繁榮的地方，所以才會有老街的存在。大家想要留着看它原本的樣貌，了解它本來的可能一些生活啊，或者一些商業的行為。故說今日要同大家講誒，這個新南老街沒空用，蘭氏就在這裡面，它是一個老屋，它是一個3開間的老屋。3開間，一開始就講一個大家可能冇乜嘅唐嘅事咧，這個名詞叫做3開間。到底3開間是什麼呢 ？OK， 3開間是這樣，就是說，過去因為老街哈，它不可能有太寬的面寬的房子蓋出來，因為做生意哈，其實它太面寬就太佔面積，太佔面寬了，所以它都是長巷的這個發展啊。那我們簡單的講，就是說一個店鋪這樣一條這樣過去，這樣叫一個開間哈。那我們蘭氏呢，它3開間等於表示有3個店鋪哈。那街屋的一個特色就是說，它面寬不寬，大概5公尺6公尺，但是深度都有60公尺70公尺，甚至有200公尺的街屋。哇！那老街這種深的縱深很深的這種屋子叫做街屋啊。那很深的房子呢，它中間通常都有中庭，有的有1個中庭，像蘭氏就是1個中庭，那有的有2個，甚至有3個的啊，在大溪都有。
这样子3个店铺，这样讲比较快，3个店铺叫做3开间。3开间，因为我有看到给资料，有一些是说双开间，就是只有2间的，对不对？是。那兰氏很特别，它是3开间的。那在整个新南老街上有3开间的房子，大概有几户？我看到的应该是有3个哈，但是有一个呢，因为它很可惜，就是说它被拆了。盖了啊，盖新的，所以那个现在看不出来有3开间。对，现在看3开间就是除了兰氏之外，还有一个建成商行啊，它那也是新南老街里面一栋很重要的建筑物啊。那个现在的那个牌楼呢，事实上保留的还完整，但是里面的房子都倒了啊，那也是3开间的，但是只能看到那个遗迹啦啊。但是兰氏不一样，就是说它是3开间，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那个房子还被保存的还不错，除了有一个部分是倒掉之外啊，其他的2个其实还很完整。哇，所以在清末时期亚间老屋就已经损拆耶，在清末时期这个房子就已经存在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刚刚Andy 有看到一系列相片，有一点像照片，它里面的建筑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优美，而且我觉得其实，在台湾好像很常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建筑。对，它是不是它叫什么样的建筑啊？你说我们兰氏的那个部分，对，它其实是这样，它的材料就是石头、土，还有木头啊。那包括上面的瓦，其实那个瓦也是来自于土的制造啊，所以基本上都是很天然的材料哈。那个要讲兰氏，应该讲它的空间格局啊。刚刚讲了介绍了那个3开间啊，那还有一个纵深的东西没有介绍，就是2进。2进，对，所以那个房子其实是3个开间，有2进，前后各有一个屋顶罩起来的2层楼，后面有一个屋顶罩起来的2层楼啊。那中间的这个主屋呢，在它的2进的中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听说现在是大溪唯一保留下来，甚至在台湾可能也不多见哈，就是第1进跟第2进中间有个过廊，那个叫卷棚哈，就是一个亭子哈，就是一个亭子哈。那我刚刚介绍了中间主要的这一个开间，左右2边的开间呢，也一样是2进，但是在中庭的地方呢，它靠右边的这个开间，事实上有个过水哈，有一个小小的廊道。那左边这边也有一个过水小小的廊道哈。那所以呢，后面还有各有1进哈，所以这3开间就是说前面有3个第1进的。那在中间有个卷棚，左右2个有个过水，中间有个天井啊，然后再是3个房子啊，这样叫做3开间2进的这样的房子。所以它是很完整、结构很完整的一个传统式的老房子，而且它这样子的话算起来时间是清末嘛，那它的建筑的模式却是比较类似是日式的建筑，对不对？事实上这个房子应该据现在的资料考据出来是1895年或是1896年哈，就是那个清末的一个，差不多要割让台湾到日本的那个，应该是大概是那个时候盖的哈。但是那个时候盖的时候是现在你去那个新南老街看不到那个牌楼啊，那个牌楼是后来比较晚盖的。牌楼是在1916到1918，因为大溪地区有被指定3条街，刚刚那3条老街都被指定，日据时期指定他们要做4街改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有一点点是都市计划规划，对，规划的。所以你盖的房子都要做当时很流行的那种台湾式的巴洛克的那种门面啊，对，所以你到不管哪一个老街啊，你到三峡或者是你到西楼老街，好像都很常见。对。那兰氏的正面那3个连起来那个红砖白线条的那个骑楼，其实也就是在1918年的时候做的。那房子更早，房子大概1895、1896的时候就盖了。对，古早公共鸦片啊，就提供吉姆伊有亚兰氏这个地方，都得本台家来分享。其实是因为。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我们有机会可以看到兰氏？为什么董事长跟董事宋大哥这里，你们会跟兰氏结缘？为什么会把它买下来？这个对，所以我们宋大哥来说一下。这么一段亲厚的姻缘啦。好，首先我希望钟董事长还有像林欣老师，好，底下做该所谓古厝再生协会。
你这家的大溪经营了很久，是做研究啦。一只机会给了董事长去日本那些谈起了有两年机会都在老廖家老婆买起了。咁我係因為碩士建築師，日本看建築或者係碩士，其實同我去看下蘭士嘅情形。我係讓有機會，因為我係雖然學建築吧，不過70年1981年我是去美國讀研究所，讀建築係拿碩士以後，是到美國做生意咧，所以冇一樣機會。佢將來是老廖的好朋友。是老佢買起來，咁有時們鋁鐵做嘅後台，嘅鋁一樣嘅後台，很老廖嘅按好嘅部，樣本咧藍色夥伴們，咧真好嘅一個姻緣啦。係啊，因為我張相當講奇怪，因為佢啊就咩唔係呀房子本來嘅主人嘅後台，唔過因為想我留這個蘭氏經營整理都按好，本大家來分享咯。先休息一下，等下有韓卡到嘅比美韓故事嚟同大家來分享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地度愛同大家紹介係啲太海，不是我們傳統的和平老街那一條有豆乾的那一條，是在它的附近有一條很多新南路街，地度有一張路屋，很漂亮的名字，很多蘭氏。亞哈蘭氏啊，就是鍾大哥他們，還有宋大哥他們，你們有一個算是團隊，大家用它經營這個蘭氏文創，對不對？那可以跟大家講一下，這麼多人不是蘭氏的原本主人的後代，但是大家卻用心經營這個地方，有哪一些成員 ？OK， 好，剛剛那個宋大哥有大概介紹一下蘭氏的一點點因緣關係哈。對，那其實是在大概2年前吧哈。因為我幫文化局做一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那個就在我們蘭氏的旁邊，是一個帶狀的，大概有23棟老房子被改建再重新整理變成是一個博物館啊。那當時我們在做那個博物館的時候，我們就有一些成員基本上都是不是大溪人都是因為去那裡做社區營造，像我去做博物館設計那有一個朋友他是做老街的那個立面的那個改修，哇！那我們就組了一個團去日本去考察相關的木藝的博物館這件事情那回來就在我們有一個咖啡廳就在咖啡廳裡面開了一個就聚會那我們有一個成員是在大溪進出大概10幾年了，快要20年的一個社造的一個老師，叫林星那他就跟我們說，他平常會經過一個老屋，從來沒有開門，可是前陣子打開了他就進去看了，然後呢就跟他聊他說你房子這麼漂亮，這麼值得保存，我幫你提列成歷史建築好不好？哇！然後那個屋主呢，其實也不是原創的那個家族的後代他已經轉手，那他就說可以考慮後來好像是經過1個月左右然後就那個屋主呢就跟我們那個林星講說，我乾脆賣給你好了這樣子然後他那一天就在咖啡廳上面就講這件事情那我們呢，因為成員來自於那一次的這樣出國去的這樣的一些成員，裡面包括一個修古蹟的專家，然後包括2個建築師，我是其中的一個，包括一個也是建築背景的，他是北藝大的建研所的所長，那包括林星，那時候宋大哥不在，然後大概是這5個人，對，那我們就想說，那不然把他保留下來後來就我就帶這個宋大哥還有他的同學一起去大溪玩其實我很希望他參加因為我知道他學建築，而且也很喜歡這種老建築，而且他經商有成然後想要回饋社會這是我最好的目標我們就去看然後當然大家看一打開那個門就覺得這房子太有保留的價值。怎麼說？你打開看到的景象可以先跟大
家讲一下，对你的冲击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就是那个房子的特点在哪里？那个房子啊，就是一个当代那个时代的士绅的家，就是在一个小城小镇里头的士绅啊。不是台北市这么大了，不过其实，在那个时期，大溪跟迪化街其实也都差不多，没有说像现在大溪跟台北落差那么大啊，因为当时很多小镇其实都差不多啊。那每个小镇都会有一些士绅哈，那个就是你进去你就觉得这个不是那种做生意的人的家。所以是有书香气息，对，有书香气息。然后你就打开，你就不是，这也不是务农的家所以那个传达出来那个空间的那个氛围，其实是蛮吸引人。然后一直走到中庭，我刚刚介绍的那个卷棚下面，抬头一看，哇，那个雕刻，那个房子的保留下来那个完整度都让你觉得说，这个房子实在是太精彩、太好了，怎么还能够保留那么久？100多年了，还可以被保存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惊叹号后来就这样经过那么一次以后呢，我想他也被房子说服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我们的基本成员大概就把它组织起来，然后就去跟这个屋主谈。说跟你买卖这样的，那这个屋主其实也很好，他们那个家庭在那里住了好几十年不是原来吕家的可是他把那个房子保留的还很好真的是保留的很好，很幸运呢，很幸运，没有做太多的改变，很幸运。然后我们跟他讲说，你卖给我们其实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其实买下来不是要把它拆掉，不是要重盖，我们是要把它保留下来。对。那我们的成员就刚刚如宋大哥讲了，有2个建筑师，包括宋大哥也学建筑的，然后有一个也是建研所毕业的业余画家，有一个是建筑系毕业的。哇！他现在是北艺大建研所的一个所长，各路高手都收集起来。然后有一个修古机的，有一个修古机的，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做生意的，但是他就在大陆做生意，是我的小舅子他就比较没有建筑背景那大概就是这几个人。但是大家都用心为兰氏付出。是。但是我很好奇，兰氏这个名字既然刚刚钟董事长有说，他本来是一进去就知道他是一个士绅的家庭。对。兰氏这个名字就是这位士绅取的嘛？他就在那里面。兰氏基本上就是3开间房子的堂号了所以你只要到新南老街，你往那个房子一看，就是中间有2个字很大的，就是兰氏。哇！对，他就是用那个。可能用玻璃那个碎片贴起来的兰氏2个字，好有感觉那就是当时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吕英阳这个创建这个房子的这个士绅呢，事实上是很有文化气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吕英阳这个人。OK， 好，吕英阳其实我们当时被这个房子迷住，不是因为吕英阳的什么关系，是因为那个呈现出来那个老房子的那个气息那吕英阳也是后来我们想要接触、想要了解的时候，我就一段一段的这样故事一直听过来首先我听到是说，那个房子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的故居叫吕铁舟然后后来又听有一个叫做士绅叫吕英阳的这样一个人那后来慢慢的，因为我们的里头，我们的组织成员里面有人专门做考据的就是做这种建筑物的文史考据，我们就后来就花了一点时间，慢慢的去梳理就知道吕英阳这个老先生呢，其实是大溪的里面那个很重要的人在当时啦那他其实盖这个房子的时候，他应该是还蛮年轻的大概只有20几岁而已哇！那个时候他生意其实做得不错他虽然是清朝末年的一个秀才，可是他中了秀才的2年后，其实就已经把台湾割让给日本那他当时就应该是在那个地方叫做一个实业家了他的产业或有煤矿的，有铁道的然后他也跟几个朋友就像我们这8个人一样去开垦了一个40几甲的土地对然后这些土地呢就给了这个捐给政府去做那种教学的那个公田之类的那当然他是秀才，他就是知识分子可是他那个年纪很轻的时候，他就日本呢就来治理这个台湾他
大概也知道说怎么样去跟这个社会脉动结合啊，所以他从一个书史，他读书人，然后就变成商人又读书人，然后又去几乎是从政啊，他把他的学生呢，整个就带到那个叫做传习所啊，当时有一个国语传习所，那国语是在传授日语的，他就去办了那个传习所。然后就把他的私塾的学生就带到那个传习所。我理解的是，兰氏有个空间，本来也是他教学生的空间，也就是说，他其实是这个兰氏还有一部分是拿出来做公共使用的。所以吕英阳这个人在大溪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那其实他的儿子就是刚刚也有讲到，这个吕铁舟，他也是非常知名的画家。刚刚天视当中没有不用给发那个台湾蓝雀，其实我印象深刻，而且也造就现在的兰氏，其实也希望往文艺的部分、往书跟画的部分来推广，对不对？这个宋大哥对绘画有研究，这个由你来。宋大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青岛就是嘅，前兩種客家話嚟天主台講吼，是呂鐵舟啊，佢本身係家下董事長有介紹係呂英陽嘅生源，有錢人其實話送生源去家下去日本學畫。家下畫是日本咪真流行，是很多膠彩畫，是搞彩畫啦。好，該佢後些咧轉到台海，該佢是兩方面這個發展。好，該佢真到後嘅作品，確實是講挺後生啦，是40歲左右是高興咧。所以佢比李克膠彩畫嘅林之助、陳進這些都算係前輩啦。哇！佢嘅作品咩得到當時嘅青島展覽嘅頭獎。而最有名嘅大概鬥雞黑話唔全部講。誒，咁嘅鬥雞啦，嘅前後嘅講嘢咩前後嘅。事實上，蘭氏有機會我就按人嘅作品望啊，可是目前還冇按好嘅運氣。該佢過了，還有是有給學生很多許勝洲。去年3月咩的國美館在台中沒有展覽啦。不過佢嘅名氣冇講經營安泰，所以當中也係唔低。希望是經過蘭氏嚟嘅發展，由大家來認識。佢啦膠彩畫，日本時代很多國畫，因為係日治時期，佢嘅國土嘛，佢講國畫，佢冇錯。不過沒了是因為一些改變以後是膠彩畫，改變膠彩畫來變化啦。係，古數啊，睇下假使係去到台海，去到蘭氏也就所在，唔但將做得看到東江嘅建築，甚至還較做得了解畫家呂鐵舟，韓國家嘅挺有名嘅畫，很多膠彩畫這樣子的作品。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同大家分享韓較多蘭氏嘅故事。好，歡迎大家又到到福喜來嘅節目。今日節目喺度同大家來分享嘅係蘭氏。蘭氏佢唔單止有當到口語嘅歷史，還有當到人文嘅故事、藝術嘅故事。佢地方唔單止有畫好看，剛剛有講到有畫，但是還有書，而且還有茶。為什麼會有茶這件事呢？我想請問一下董事長。好，其實蘭氏的位置大家知道都就是在大溪嘛，啊，那大溪地區包括關西、包括龍潭這個區域呢，過去其實是一個台灣很重要的產茶區，啊，那包括現在還有那種老茶廠在大溪，啊，那回頭跟大家講，就是說呂英陽是一個士紳。它那個空間，我剛剛跟大家報告，就是說它是一個士紳空間啊。那我們希望這個房子保留下來的，就是當時代的那個士紳的那個感覺，能夠盡量把它保留下來，就保留下來啊。然後區域的這個產業是茶，這個老房子呢是一個士紳的老宅。我相信呂英陽可能在那個捲棚下面不知道喝過多少回的茶啊。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空間的這樣的一個內容的介入呢，事實上是很合理啊，就是說跟這個老空間
的背景加上区域的这个产业呢，这样过来是很合理的哈。对。那其实有另外一个更直接的想法，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把老屋留下来当咖啡厅比较多，那咖啡厅其实是太多了啊。然后呢，那个氛围呢，跟这个老宅呢，事实上不如茶来的恰当。对。所以我们就第一个选择了这个茶这件事情哈。然后呢，我们的前进呢，是因为有吕铁洲的关系啊。那吕铁洲是一个这么有名气、这么重要的一个画家，我们也希望说在他的故居里头有这个绘画的这个元素在啊，所以我们在第一进呢就有这个展画的这个空间啊。书这件事情是这样，事实上在大溪那么大的一个小城，其实没有一家书店，一家都没有啊。那我们觉得这个老宅呢，如果有一点书的这个元素，可能会更理想啊。那其实是在去年的某一个时间点，我忘记跟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合办的一个展览啊，因为那时候有选定大溪有3个地方去做书屋啊。那有一个就是兰氏，那因为兰氏有吕铁洲的这个关系，也有我们那个美术画展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当时我们就主题放在绘画相关的书籍，还有茶相关的书籍啊，大概这3件事情都放在那个空间里头。那这3件事情呢，其实都跟那个空间的背景故事是息息相关，大概是这样。古时候有书、有花，还有茶。那除了这些以外，其实之前他有定期的展览，但他也有就是之前过去也有办过一些不一样的展览，对不对？那些展览的内容大致上是什么？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兰氏呢，目前除了刚刚一直在谈这个老屋的个性啦、老屋的一些过去的历史啊，其实兰氏大概是因为木艺生态博物馆啊，这个整个大溪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个空间拉起来以后，我们兰氏也变成是它的一部分啊。也就是说，我们用街角馆的角色跟木艺生态博物馆是合作结合在大溪的这个城区里面呈现啊。那有一次我记得办了一个书屋的展啊，办了一次那个装置艺术展啊，然后有一次是在介绍这个兰氏的这个，有2次是介绍兰氏的这个建筑跟它的历史背景啊，就是兰氏之美或者是兰氏的前世今生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啊。那我们在第一进修好以后呢，我们也尝试着跟胶彩画结合啊，所以我们请了一个黄老师，他们有一个画会啊，叫做原创画会。他们为了兰氏第一次制作，他们的学员每一个人画1张，哇，这种画拿到兰氏来展览，都是胶彩画，都是胶彩画啊。这是第1档的胶彩画的展览。那后续大概今年春节的前面跟后面啊，我们会各办1次的这个胶彩画的展览。大概是短短的大概1年左右，我们兰氏办的这些活动大概是这样子啊。那当然有一个重要的茶这个元素哈，可能我知道在里头有办过好几次的茶会哈，但有一次是很盛大的，也是宋大哥的朋友哈，从美国旧金山是吗？还是加州？在洛杉矶。洛杉矶。没行的哦。嘿，关系的惠美寿。许正荣先生还有许正明，比该加出，美国来迄个洛杉矶的好朋友。基督弟，他还迄个凤飞飞的故乡。叫伊当好嘅节目，很多一道采访，其实利用台湾的好茶，不同的颜色组合给办了一个很精彩的茶会。茶的展览，一道彩虹，7色乌龙。7色乌龙茶，7色乌龙茶。那咱个节目都来这个谈，很精彩。汉一百嘎是有在办的话，一定要来我们节目宣传，好吗？去泰国有转台湾的时间，我乐意抢来。嘿啊，韩国秋兄，刚刚董事长说的，其实兰氏有非常多的故事。那我觉得。它也跟在地的，像刚刚讲的木艺工坊，他们那边在做结合。那未来是不是会有更多的结合，或者是跟社区有更多的结合或规划 ？OK， 其实我先介绍一下那个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其实它观念很新，大概是全台湾第1个生态博物馆哈。简单讲就是它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哈。它除了那23栋的那个老屋改成了博物馆之外，它把大溪很多的有特色的一个点，
包括不管是木器厂啦、做豆腐的啦，或者我们兰氏这种老房子啦，都把它纳进来叫街角馆哈。所以那个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是说，整个大溪就是一个博物馆的概念哈。那因为这个整体大溪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呢，所以兰氏会有一些活动会跟生态博物馆一起来办哈，陆陆续续还会有。因为它大概每一年都有很多的那种节目的这种策划啊，那要看我们兰氏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可以去配合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他做展览啊。那另外就是说，我想我们刚刚介绍就是我们有画廊，然后有茶馆啊。那我们是希望就是说，不管是这些画廊或是茶馆，将来会有一些讲座。啊，就是可以在大溪这个小城里头呢，有一些艺文上的一些活动啊，包括认识茶了也可以，体验茶了也可以哈，做茶的体验什么都可以，包括我们其实也办了一阵子那个叫做那个教彩画的，让小朋友去体验的，体验已经办过了哈，也有一些体验的这样画的一个课啊。那可能在画廊这一边呢，就是说。将来如果有展画的主题，我们也希望可以配合这个画，可以做一点点活动啊。大概是目前我们想象得到的，我们本身的这个兰氏这个3开间的里面的这个主要的建筑，大概是这样子在策划啊。对。那未来，因为我们隔壁的旁边那个11号呢，就是主屋的左边那个街屋哈。事实上我们现在正在想要修哈，因为它基本上要走一些比较长的流程啊，所以没有办法一时修不起来。可能我们大概在明年上半年就会把它修好啊。那我想那个修好呢，那对兰氏这个空间就会更完整，然后活动就会更多啊。那可能我们想要提供出来的一些营业项目也会更丰富啊。那其实我们不只是要看这个街屋，我们其实我跟宋大哥都研究过，我们希望在这条老街上，如果有机会，我们在有1个点、2个点都没关系。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在对面呢，我们也讲好要租下来一个空间啊，然后再放大到大溪老城里头呢，还有一些零星的或者老空间，或是我们兰氏后面呢，我们可以再营造出来有2个小空间啊。慢慢的，我们希望在大溪有更多的属于兰氏系列的啊，比如说1号、2号、3号、4号啊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在这个老城区里面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创造一条比较属于适合逛街、适合休闲、适合体验文化的这样一条路径啊。那这样的话，跟木艺生态博物馆的20几栋老屋，包括市区的那些街角馆啊，事实上会变成一个比较绵密的、串联的、比较有活力的、比较有不要再像过去那种吃吃喝喝的那种空间的那种呈现，大概是我们想到的一个目标。其实Andy啊，我知道大家应该要很较重视Andy台湾我们自己的老屋。大家可能大家去日本啊，去京都啊，去看他们的老房子。但其实Andy台湾没有动好看的老房子。今日啊，今日的两位来宾出来同大家来分享兰氏这个老房子的故事哦。谢谢2位今天来到节目现场，谢谢，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时刻，先休息一下，等下提前欣赏好好来做运动了。